先来关心的是台中捷运文华高中站的昨中昼的时阵，这个电缆线烧起，这出现火星，也有白烟，所以全线列车是暂停3分钟。也毋过这代志发生了后，中捷公司呢是拢无对外来解说，也无疏开民众的措施。也那中捷公司是来表示讲，这电缆线的确是有去过扭去，照 SOP 来检查了后，才搁互列车继续来运作。 轨道边啊，先是出现火星，刷落来请白烟出来，过程中却监视器翕落来。台中捷运绿线这个月19号中昼12点半，文华高中站轨道电缆发生爆炸，站区的电梯一度暂停。画面甲消息传出来了，民众是感觉真惊疑。你那种情况，你不会担心吗？就这样子啊，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啊。感觉是有点震惊吧，就是希望说，他们可以就是采取一些措施这样。 中捷这个月20全线游园正常营运，事发了后，台中市府甲中捷公司拢无对外说明，官方也无任何信息。民测上新的发文还阁停留伫咧6公钟前，民代是召开记者会批评，过去曾经发生几多件重大公安意外的台中捷运，完全是拢袂记咧教训。到底是因为你人员的疏失，还是设备原本就有问题？那发生这样的事件，到底为什么不用停时检修？到底？ 为什么我们没有标准的 SOP？ 到底应该要怎么处理？行控中心收到警示后，立即指示现场工作人员进行紧急处置，按 SOP 全线列车于车站暂停约3分钟，进行安全检查，确认安全无虞后恢复正常。中捷公司是表示，这个事件是文化高中站轨道边啊22 kV 电缆绝缘异常烧氧故障，造成车站电力异常。事发了后，行控中心马上按照 SOP 要求全线列车暂停3分钟，巡检确认安全，而且进行电力转供了后恢复正常运作。预计21号半暝会来换电缆，而且以红外线热现象仪全线检查，避免这款的问题再发生。公司新闻台中报道。